去年嘅莫拉克风采造成南投新义乡同富神木也在中头归到年报路本水大发。南投县政府之前确定呢，去永久屋嘅所在喺离呢更加也接嘅呢有50公里嘅名间乡，将提2.45公顷嘅台糖土地。今日县政府也同逢14會等嘅現間向議書，按算7年以前永久屋路嘅起好，本28戶嘅居民是第2批客。也係新義鄉對800歲在之後嘅建設，當面屋一下是本大廢鐵，冇說變作冇法度大型危樓。喺呢方面出現嘅之間，呢社會要當到愛心人士傳出戰術，建設本風濕社會，還有具體變作係在民重建家人嘅經費。那麼紅十字會所擔負的責任是說，我們要好好把這些民間的捐款，用在一個最得當的地方。那各位要感謝的應該是那些廣大的捐款的民眾。那我們這一次在整個的捐款裡面，總共有67萬人捐給紅十字會，希望紅十字會替他把這個災難的重建工作做好。為咗家庭安全在民，南投縣政府用嚟為8張嘢嚟時間，確定永久屋為遺產，民間鄉2.45公頃嘅台糖土地。對縣政府啦，風濕社會簽咗之後，28戶永久屋嘅興建案就嚟開始動工，同時為對青年代之前是完善，祝福希望兩國家仍然安全嘅出手。我當希望公家服實在需要不能帶麼？嗰時冇，唔知要帶哪邊？我帶去台那邊啦，8年那邊都走啊。咱水也辦1個月2個月，迄也無要緊。第一就是愛互啲在面大嘅厝會當用，會當健康，會當安全。永久屋嘅地點距離神木到同福村差唔多50公里。風濕社會強調200嘅重建工作，除了硬體嘅永久屋之外，也將為持續嘅投入資源進行軟體設施改善。本建議就係安心裡面冇產生實踐困難。阿什麼李豐基南投報道。